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5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第3届市长宣誓就职典礼上午伫西拉雅广场举行。新任市长黄伟哲伫行政院政务委员陈美玲监告之下，为下任的代理市长李梦燕手头接下印信。黄伟哲也承诺会做一位大尽民意、甲台南乡亲徛做伙台南市长。今日是新任市长黄伟哲的就职典礼，采用着简单隆重的方式来进行。活动安排了台邦独奏家乐团、西拉雅欧尼尼乐团、甲瑞富大小声歌队的表演，以着欢乐气氛来揭开序幕。监事人是由着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陈美玲来担任。新任市长黄伟哲带领着新的市府团队正式宣誓就职。不枉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受贿赂，无为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谨是宣誓人，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过去有过6档的时间伫台南服务，目前担任着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陈美玲，也对着未来台南市长黄伟哲来讲出伊3个愿望。第一，我希望黄市长可以忘记选举，更不要去想4年后的连任。此时此刻起，心中只有我们台南市民。第二，市政是一棒接一棒的，选举跟治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市政是专业的。除了依法行政，我们当然也要贴近民意，千万不要受到不好的影响，让专业没有办法突出。第三个，我希望黄市长能够在赖市长所建立的8年的既有的基础上，用堆叠的方式，用开枝散叶的方式来与时俱进，让台南更进步。新任市长黄伟哲也来表示，伊会带领着市府团队来实行着5大愿景，让台南市民的未来会当过甲更好。我们的团队也会全力以赴，为了让市民过得更好，市府团队就要做得更好。所以，各位市府的同仁，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上紧发条，开始上工了。面对市民的殷殷期待，新的市政府没有蜜月期，也没有磨合期。今天不仅是就职典礼，更重要的是我们启动市政的第1天。我也希望新的市政团队能够延续疼惜乡土、苦民所苦、革除官僚习气，更加深化市民的信任的一个市政理念。台南是我们的故乡，也是台湾文化的首都。作为台南市府的团队，我们要让市民感到更幸福，感到更安全，感到更光荣。所以，伟哲要和市府团队守护文化，守护环境，守护市民，让台南人以故乡为荣。就职典礼圆满完成以后，市长黄伟哲马上进入办公室来批第1份公文。公文的内容就是要求经济部工业局停止展延龙家地区澳新燕麦场的开发案。市长黄伟哲也来表示，民众的心声伊拢有听到，嘛承诺在咧未来财政健全的大方向之下，会为台南的市民规划减税方案。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
另外，台南市第3届议员就职典礼，上午嘛伫个市议会议事厅举行。57位议员当选人，伫台南地方法院院长监誓之下，有56位完成宣誓就职。其中，北台湾著名议员当选人尹爱达理，因为无愿意向一名通知者宣誓，所以并无完成就职的仪式。台南市议会第3届市议员就职典礼。上午10点，伫个议会议事厅来举行。57席的议员当选人，虽然年龄甲新任大约一半一半，有侪新人伫个支持者甲厝内人的陪同，共同出席。其中嘛袂少是世代传承。而市长黄伟哲嘛带领侪位一级主管到场观礼，场面盛大。请全体议员面向国旗暨国父遗像，举右手。宣读誓词。会中由陈秋平担任主持的推选人，并推选出副议长郭信良担任整个大会主持。并且由台南地方法院院长董武全担任监誓人，全体57位议员同齐宣誓。不过后来完成宣誓就职却只有56位，其中平地原住民议员当选人尹爱达理，因为无愿意向威权来宣誓，而且誓词嘛无签名，因此并无完成就职的仪式。宣誓条例它必须要完成一定的这个文字的内容，这些殖民统治的内容，然后做这种什么面向、什么威权遗像的这个事情。我作为一个原住民，主张原住民的这个自主、主体自主性，我怎么可能会去做这个事情呢？我刚刚宣誓的内容是按照主语，其实内容意思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站在我们族群的立场。我面对的是我的族人，我向的是我族人来做宣誓，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不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政府体制应该要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声音，要知道我们效忠的对象是谁，绝对是族人，而不是任何殖民统治者。这是我今天这样做的理由之一。伫个议员就职典礼过后，随后议会嘛马上进行第3届正副议长的选举。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就伫第3届正副议长投票选举进程，大会主持人郭信良突然间宣布退出民进党，为这届正副议长选举投下震撼弹。结果伫国民党甲无党团结联盟合作之下，正副议长拢经过2轮的投票，最后由着郭信良甲林秉利当选台南市议会第3届正副议长。台南市议会第3届正副议长的选举。首次采记名投票，虽然进程推出的人选只有民进党的区里里郭清华，甲国民党的洪玉凤和蔡淑惠，不过伫个经过国民党甲无党联盟的协调，加上投票前郭信良宣布退出民进党，互整个正副议长的选举产生了变化。民进党不但家己走票，而且正副议长的投票第1轮都无过半，经过2轮的投票。最后，郭信良甲林秉利各以28票摕下正副议长的宝座。全国惨败了以后，还不知道检讨，这证明了党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要这个党，真的党不要我。我很爱这个党，但是党真心抛弃了我。从选举到现在，我当选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高层，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在这个议员初选过程当中，充满了不合理，充满了整个的和程序违反程序，连中常委、监督委来说这个违反常理，还是硬要干下去。到目前为止，也不要安抚。到我得票了，还没有一个人来说，那么以团为团结，以整个团党的利益忍辱负重，没有，甚至到最后才传出。希望国民党支持民党议长，甘愿将副议长让给国民党。这个党还有救吗？这个党还有救吗？甘愿拿着民进党的副议长，
四处去交换，只要夺取议长就可以，副议长不惜代价让出给那政党，提名我可以稳当选台南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将民进党的议会留在民进党，他不要，这是写的错，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向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我衷心的爱这个党，是这个党不要我了。虽然民进党正副议长失利，不过市长黄伟哲随后嘛进入议会，向新选出来正副议长来祝贺。市长表示，民主社会就是尊重民意的结果，强调未来一定跟议会来配合合作。针对这次台南市议会议长、副议长的选举，我们要在民主社会要尊重这个民意的结果，也就是所有议员的投票的结果。那台南市政府当然是要跟台南议会做最大的配合跟合作，一切都要为市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在这个出发点之下，府会的关系一定是要一致的。如果说跟民意有违背，跟市民的利益有违背，当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立场。那我相信这个将来议会跟市府都是因为政策的这个目标那大家在市民利益为出发点的立场上，荣获政策意见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会充分交换意见。在国民两党无法度掌握过半的状况下，国民党议员谢良介表示，只有寻求无党联盟的合作，加上即届民进党阁有吴统良、陈怡贞、加周丽珍来走票，议会民进党团随后嘛发稿表示，一切依照党纪来处分。台南新闻联跟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庆祝黄伟哲当选市长，到安平上街发起绿岛选亭当选活动，免费发送地点。一方面庆祝新市长就任，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会当借此拼经济，吸引真侪民众前往排队。一碗一碗的豆蒜，这是相当有名的安平甜点，准备了300份，要免费送予民众。业者来表示，伊的自发性来发起这个活动，一方面就是希望会当提升经济，另外一方面嘛是要庆祝新市长黄伟哲的就任。因为咱台南吼，这个景气已经湿真久啊啦，所以我认为讲来办一个活动吼，无，就是讲吼，甲我的招牌，咱这个阿平日豆蒜吼，来赠送300碗，来互民众来食，免费来提供。安尼，我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来救这个咱台南安平的观光。送这个300碗，上主要嘛，希望讲咱新任的市长吼，等遮会当有新的宣示吼，来救经济、拼观光，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啦。新任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到现场，不但亲自品尝大大鹅肉台南食物，食起来就是全台湾上好食的，而且嘛亲自来敲掉规份传便便来下予民众。黄伟哲也表示，未来施政一定会重视民生的议题，积极要来拼经济。我觉得是好事啦，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商家的好意啦，而且这个机会能够吸引眼球的注意。能够一方面大家有免费的这个一些小吃可以吃，一方面让台南的小吃有让更多人知道，这也是好事啊。就基本上是站在乐观其成，
市长黄伟哲也来表示，伊会想办法吸引更侪人潮到台南、到安平来，并且发展着安平暗时的观光商机，或者经济会当愈来愈好。台南新闻网号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举办失智症甲长期照护国际研讨会，伫该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邀请国内外失智症甲长期照护的专家做伙来分享照护的成果甲未来发展的趋势。研讨会由基美医学中心的院长邱仲庆主持，议会有卫福部长期照护司副司长周道军、台南市卫生局长陈怡，甲市府照管中心的主任、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2位日本的医疗法令专家到场参加，希望借由专家的座谈，增加对失智者甲长期照护的服务品质会用的提升。因为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那我们的长期照顾的需求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那尤其是失智的部分，我们国家过去确实是比较被忽略的，所以我们特别今天邀请了2位的日本的老师，一位是做在宅医疗，一位是做失智社区照顾的专家，来今天跟我们分享在日本的经验。那我们相信借由今天的研讨会，让更多的专业人员可以了解这个在宅医疗对长期照顾的需求，还有如何来经营，那以及在社区的失智的照顾，那怎么做会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社区？我相信对台湾的社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依照统计，台湾目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大约14%，正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离高龄化带来的失能甲失智的照护问题，未来嘛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对此，在宅服务甲社区的居家护理就真重要。在宅医疗的部分，其实失智症在个案在社区里面，它是需要很多的协助。那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在宅的医疗，那搭配一些社区性的照顾，那么我们希望让这些失智的个案能够，他不要只在家里面，他跟社会能够多一些互动。那我们社会的各界、社区里面的各样成员，对于这些有更多的理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失智症的个案，它是会有更正面的帮助。基美医学中心表示，到11月底为止，该中心失智共同的照护。总共服务个案有450人，配合政府的长期照护政策，未来将提供更加舒适的医疗加生活照顾，让失能加失智的长者用得到在地便利的服务，会用安心养老，落实在地老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0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